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歡迎收看福起來，係阿明哥劉浩明講起水墨畫，大家人如果以為講，伊可能係畫山水，無論畫我哋嘅風景，但是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我哋鍾義正先生，伊係利用水墨畫來去記錄一個生活嘅感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鍾義正先生，義正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鍾義正。義正先生，今日各位歡迎又再度來到我哋嘅福起來吼，因為其實上一擺那位節目做出以後，其實客家人都聽我講，佢貼喺度，其實啲水墨畫吼，也俾唔單是可以畫山水，其實也可以表達幾多感情，但是吼，還是請同客家人呢分享一下講，當初哪位接觸咗也俾水墨畫咯？其實一開始我動作以前，我同學教我，其實我係做緊嘅立體雕塑嘅嚇，因為我上擺有講過嘛嚇，因為立體雕塑其實我有緊嘅空間的限制嚇，然後所以還好我都轉為就是平面的繪圖了嚇，然後一直到見到我都我生意較大啲嘅。到小學了，哈，講我都我其上愛學緊嘅書法，講我都帶佢學書法。其實我可以去教教，唔過我唔喜歡去教攝影嘅。人家說要易子而教嘛，哈。然後結果後來那一段時間，那我就看他們在那邊寫到我有時我看唔下，結果都變咗講我當認真同佢寫，啊，結果寫到前後係我去教同佢寫，叫我生意。我都冇一學嘅安尼，係我畫緊嘅水墨畫哈，其實係想，其實嗰時候當農人都講嘅，國畫的基礎是在於書法，係，因為我們喺度講嘅，寫其實就是我們國畫的畫。所以寫和畫是兩個是相通的，因為我們喺度睇畫水墨畫噶哈，其實佢嘅筆觸哈，還有它的應該說線條，其實都是從書法的線條衍生出來的，所以我會比較偏向於先把書法學好來，然後就再來去學國畫，都係按呢。對，等於如果你其實有一個寫太師一個基礎以後，你都可以是去學水墨畫嘅話，其實等於寫太師嘅一個基礎，其實喺水墨畫地方可以有啲展現。但是你都有講到講啊，因為一開始學立體雕塑嘅呀，立體雕塑應該都3D 嘅呢，做冇辦法有空間的限制咯。佢要動到工具哈，又還要翻模，又還要有一些油土去做幹呢，一直堆疊嘛，它才可以變成一個立體的。然後它翻模就會有很多的一些我們在打磨的時候，像玻璃纖維那一些，其實對肺部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冇可能頭部卡走，然後所以我就只好放棄。對，但事實上你要做立體雕塑，其實。要我們的那個素描底子要懂吼，對，所以我剛好我就會有這個比較好的、比較穩的素描底子，所以我要轉這種平面的，我會比較輕鬆一點。對，但是我聽見問題因為你這個有立體感，立體感嘛，因為所以講唔單止講係做平面，其實空間呢個感覺其實係夠強嘅。咁你這個嚟畫一個純平面的一種水墨畫嘅時間。你這個會把這種立體的這種我那個人群的這種東西帶入你啊發出地方？我會一定會把它帶進去，因為其實因為我本身我有素描的底子哈，那其實素描底子我在一開始我在接觸水墨的時候，我會第一個思考說，那我要怎樣去把它去呈現它的那種，就是說哪一個東西是前面，哪一個東西後面，所以我就會用那個水墨的墨色濃淡。墨色就是濃淡了嘛，哈，去呈現它的前後關係，要不然就是虛實的關係，對，嘿。可是其實睇畫入嘅一個水墨畫嘅時間，你這個還是會把嗰個以前受過嗰個觀念啦、訓練哈，對畫嘅看向來嗰種平面嘅一個水墨畫地方，因為今年代嘅三幅作品來嘛，哈，我哋睇啲看到係幸福，係咪同人哋觀眾朋友睇下說明係講，當初咧畫入嘅幸福嘅時間，你有冇一個創作嘅理念係嘛嘅同時，你的心裡邊嘅想法嘅？
其實當初一開始哈，其實有屏東有這樣的熱帶博覽會，它其中動了這樣的太陽花。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我為什麼不把太陽花畫進水墨裡頭？而且我不喜歡畫那種很傳統的水墨。好，那所以啊，剛好我又學了一些，我之前有講過，說我到對岸去學那種比較新式的水墨的筆法。那所以我就用散封的技巧去帶入一些譬如說花朵的花瓣，哈，還有就是說它的葉脈，還有葉子的那種形狀，所以我就會用散封的模式去帶，所以讓它都用一個呢就是它的筆墨哈會比較有趣一點，然後比較靈動，比較活潑一些。對。一邊也不怕別人看到天的，伊的感覺就講，其實可以用的的算是水面畫裡邊貴少看到黃色，太黃色也部分哈。當初我想，當我們說，你這個伊邊上畫的係伊的我哋講向日葵嘛哈，太陽花。但是伊像我講，像安尼黃色，睇伊的有拍嘅伊的水面畫裡邊。伊要感覺到佢突兀冇，其實唔會有講一件事情。我呀，其實當時我出家用太黃色，一把，一天我加一些咧墨塗底度，變到赭色。唔講我想，假使我畫到安尼赭色，都變到講都同像人的傳統水墨安尼唔一樣的哈。然後他一聽，其實講真言，同種人都會知道講安尼。一點特別都沒有，都不會懂特別來哈啊，所以後來我就想說，那我就把它大膽嘗試看一看。然後，但是其實我這一幅畫我畫了兩張，我第一張哈，我親線畫嘅做，我不用動到黃色的畫，太陽花不用動到。還有我想，唔對呀，我太黃色其實只能夠當點綴而已。好，所以後來我。黃色的個畫我都冇畫暗到嘅，都唔係畫到動到安尼，都變得講我哋嘅呢下擺嘅呢墨哈，就變得會動大筆，會動大片安尼壓過它的畫，對。係啊，因為其實看起來，我感覺到幾平凡的一點原因咯。當然佢因為也要總部一下有幾多嘅，我哋咩彩去算是以平凡也要。黃色的重量啦，哈，因為黃色是鐵條的，但是同時講，其實人家黃色夾表嘛，有幾多用嗰種用勾勒的方式去，有點是框住這個黃色，不讓它變成一啲淡淡的一片黃色，去變成一啲睇水面畫裡邊已經幾少看到暗條的顏色的，哈，但是嗰種有比安尼個用過奔放的方式來呈現的嘛，有感覺的畫面上面可能唔協調啦，但是。我上頭講，做乜都是很瘋。其實哈，那屏東，我講真言，一直以來啦哈，應該說是天天，每天都是太陽很大，然後其實都是溫暖的。然後還有屏東人，還有包括高雄人，其實我們都是算是比較熱情的。其實我是覺得說，只要是熱情，哈，然後還有願意付出。那其實我覺得都會讓人感到幸福，尤其是這種暖色系的，會讓人家感覺更幸福的感覺。還有它是比較屬於正向能量的，所以後來我在當時的情形，應該說當時的心境裡頭，我就希望我們每個人都是幸福的，所以我就給他一個幸福的一個名字，這樣子。可是我冇本人家的南部的一條黑洞呢吼。有的因為講，你像我講的，那屏東，尤其南部台南雲南，我們只有夏天跟冬天。對，其實有啦，有黑到過。我哋一天到冬天，然後冬天嘛過寒，而且冬天差不多2禮拜，其他都冇誒。公元前差不多差不多冬至係好一些，差不多我哋講年30係差不多都長一班。都冇嘅，都冇嘅。可是我感覺到其實也睇嗰少年呢，你的他講你嘛心嘛歸山啦，哈。然後佢嗰種係呈現出嚟嘅歸很冇感覺啦。但是希望講嗰種講，譬如講我哋見面觀眾朋友透過我的天師，哈，在看一下佛法嘅時間，你希望講有乜個重點，他講你要先注意到呀。譬如講對那邊開始看。好，然後同時你希望講也佛法本他人感受到有乜個東西，技術嘛好，比如說有乜個技術，乜個從業員，你這個他可能也要提倡，他可能也要注意一下。他傾向其實大家都要正向，
正面的。對，其實因為說真的，台灣人真的懂善良，真的很善良。其實包括國際上大家都知道說台灣人真的懂善良，對嘿，尤其是南部人，南部人真的懂善良，比真的是所有。應該說整個島嶼裡頭，真的最善良的應該就是南部人，嘿，對，所以其實事實上我還是比較傾向於說，大家還是要幸福快樂，對，嘿，對。可是可能湖北嘅時節啦，吼，我因為講，其實他講人，伊咪也湖北，伊可以出只感受到乜嘅，除非人家要設神鬼跳，給法嘅可以做，法錯法嘅可以講，但是你希望佢也要幸福，係透過樣嘅一種安排傳達出來啊。其實我係希望講哈，有學水墨的人，慢慢的測試自己的能耐哈，就是說應該說去測試你的水墨的功力可以達到什麼程度，包括我們是不是要拋棄他以前喺度用嘅嘅筆法墨法。甚至於就台灣人都有講太旺盛，對，拋棄那一種成見，就這樣可以有，應該是說有意外驚喜出現，對。其實我是比較偏向於說，可以大膽的去嘗試，大膽的去接納大家給予我的，或者是大家的批評。其實這些批評都是都可以本來就去甲着裝誒，對。嗰時觀眾朋友，佢哋看到有嘅畫嘅時間，即係我有用嘅無窮嘅想法，因為看到伊腐化，其實每一個人看咧，會有無窮嘅感受。休息下哦，下一檔節目我哋外嗰度嗰精彩事情。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節目我哋來自苗栗，但是加到我哋灣旦嘅鍾義珍先生帶來以後嘅水墨畫嘅畫作幸福。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因為有啲天衣福嘅畫作嗬，先唔好講名啦，因為看到啲懦夫，咪喺水墨畫地位幾少看到嘅嗬。同時一般來講嘅話，我哋看到懦夫亂嚟幾惡嘅面啊，好亂嚟用嗰種我哋講兇惡相，好去教化眾生。但是也被懦夫，可能啲罵啦，可能係罵啦，因為帶住啲寫字嘅嘛，嗬。對係。同人哋廣東朋友講一下，亞福畫嘅一啲名係乜嘅？亞福畫嘅名係其實係祈福。哦，祈福。對，祈福，祈福，其實東東人都冇嚟講嘅，你做嘛老心經，還有後面的一個很模糊、很模糊嘅那菩薩，哈，老虎變咗強下，其實講叫做講一三種東西，只有上面兩樣合唔易啦，下尾合唔易啦。其實當初我喺遇到我媽媽畫嘅，一般人會想講誒，母親應該是要畫得很慈祥，其實因為我媽媽佢係屬老虎，對，其實這幅畫一開始有帶一點詼諧的方式，但是後來我覺得我畫到今後，我會知道其實它是一種涵養意識會變得很溫暖的一個意識。那時候民國大概差不多70年代吧，那時候嗰時候到台灣係咪都好起飛，經濟起飛，我嗰時候我爸爸哈。做生意，給我接一些工作，然後就在工地裡頭發生意外哈，然後那時候他要復健，然後每天都是我媽媽背着他去，然後而且那時候我小時候剛好又是那一種不能上學的年齡，可是那時候我媽媽都會叫計程車，然後帶着我爸爸，然後再牽着我，陪
陪他去做復健，所以那種畫面就讓我感覺很深刻。然後，但是我媽媽又屬虎，然後我們姐妹啊，她們都會叫我媽媽，有時候都會用很詼諧的說啊，那隻母老虎又生氣了或怎麼樣。對，事實上我媽媽也不會生氣，是因為我們家本身就會一個比較歡樂的一個家庭。然後，但是我覺得事實上在這個詼諧的背後，其實很多人都沒有看到我們家的我媽媽的另外一面，所以我才會去畫這一個的。對。我說這個其實係有想到講，伊是以前媽媽比較家庭的付出。對。雖然講伊係一個少婦啦吼，但是嘛希望講可以用農婦嘛有一個個溫柔的一面，對，可以呈現到其實伊這個其實可能要土老公要帶生人的一個身份，但是唔討有佢講到講要按到幸福的時間，我都發現到講除了也佛法地方，其實除了懷念以外，嘛會希望講透過也佛法來幫媽媽可以添福書。對。可是唔睇，因為有啲人講，比如講也佛法，我本人添福書，本人一個好運的一個畫作時間，有啲人可能會再借沐浴啦、食材啦，冇得講好，甚至有啲人可能會有個特別的儀式。佢從唔睇畫也佛法嘅時間，有乜個特別的儀式？其實冇，因為我去畫也佛。這一幅畫的時候，其實沒有說特別去做人家說的那種儀式，我冇，從點樣都會想講，要自然去呈現，自然去畫就好了。其實一幅畫哈，我畫動多裝，我畫好第一種剛我都雕一了看，然後一開始我雕一了看，我嘅用色我當唔喜歡，嘅呢老虎嘅嘅木做，係劍吼，對，講。還好我就見來畫個第五張，就係我喜歡的，然後後來我想說，我畫到第5張的時候，我想說不行，我還要再畫1張。為什麼？因為我要預備着，要預備，我怕我在寫心經的時候，萬一又怎麼樣，所以我又在畫第6幅，還好結果我嘅呢擔憂哈，我是覺得說剛好就是應該說有符合我當時的那個想法啦。其實還有用第5張哈，我用第5張去寫心經的時候，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只要寫心經的人都需要安靜，然後但是那一天。我就想說，心血來潮，在正中午的時候，大家應該都在午休吧，應該都不會有任何的電話打擾，然後我就開始寫，寫到一半，然後我先生都打電話幫我，寫到一半，我先生都打電話幫我，然後唔知我伊做嘛，我咩唔記得了啦哈，結果我都一路去裝的，然後都裝了又讓我寫到第20詩，我想唔對啊，當漏咗1詩。哭出來，所以我就說，有時候有時間呢，上天就刻意叫我畫第6張，那時候畫的第6張，對，嗰時候我還想啊，真人都係嗰時候，就冥冥之中我很愛先畫第6張預備着，嗰時嗰樣子我都有一點很崩潰，你知道，我想講好不容易畫了那一張哈，我很滿意的，其實我是從最滿意的那一張拿出來開始寫的。結果因為那一通電話，然後我就很崩潰，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說：“你真的是上天派來毀滅我的。”但是我說實話，往往毀滅你最多的也是成就你最多的人。對。跟頭嚟講，其實也不畫地方已經畫嘅6種嘛，哈。對。然後前4種其實第5種係最好嘅，第6種係優比嘅，但是還是最冇呈現出來的第6種。可是有想到講，前4種這個唔滿意，冇得講轉變的地方在哪啊？其實前4種哈，轉變的地方。全部都會給木主延伸，因為我想要呈現他有講啊，媽媽其實她是一個在外人面前也懂霸道的一個媽媽。其實她的霸道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庭，但是她對我們，她其實是一個很溫柔的。
甚至於就像台灣阿公他會為了要護住我們這個家，他可以做任何的事。他是一個他算是一個千金大小姐嫁過來的，對，所以其實我有時候我會蠻替我媽媽覺得會心疼她，對，所以我想要呈現的就是她那個眼神的溫柔，因為眼神其實永遠都不會騙人的，對。可是等於你講，其實眼神呀部分，除了講人哋畫作的一種表現以外，眼神其實算是你這個最想要表達出來的。但是我想問講，因為老夫有一種本人都感覺到佢惡的一種面相嘛，係會菩薩一般心境，唔能用嚟去把嗰種佢強烈同佢溫柔嘅東西。但你也畫作，你們當初畫嘅時間有想到要怎樣去處理嗰種無強嘅主題嘛？有，其實你遐講到的，當初我替你狀甲遐老菩薩畫個當清楚。其實因為我聽我講啊，其實我對味道上講幫我妹，應該講我媽媽啦，幫我媽媽祈福，嗰時候我都想講，她本身佢都係懂虔誠的一個。應該說佛教徒哈，所以我就想說，那他既然是心裡頭這麼虔誠，所以我就想說，後面用一個菩薩去護佑他，對。那我想說，護佑他的情況之下，那我把菩薩畫得太明顯了，就是太清楚了，反而讓老虎失去了焦點。對，所以我後來我又在畫第3章的時候，我就把那個後面的那個石窟，那個是一個石窟，對，我就把它模糊掉，那但是又還可以隱隱約約看得到它是一個菩薩的樣子，對，所以這個就是第2章和第3章的那種轉變，對，而且但是你看，人老夫的色神如馬無鬼衝人啦。對，好，冇像做頭東啊，人睇啲好向日葵，嘅黃色其實都按重樣，其實也要色神其實嘛做一些調整，對，邊古嘅畫面看好來講，按嚟講個協調，對，好，但是頭頭有講到講，其實也係希望講和媽媽祈福嘛，媽媽有看過嗎？佢應該有看過啦，當然佢應該有看過啦，對。我因為我想講，佢有看過嘅想法係乜嘅？其實，因為他也沒有什麼，他可能就是有時候我媽媽的個性，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她比我還要應該說她比我還要會打扮的那種。對，有時候我走到路上，她都會覺得說我很邋遢，你知道嗎？對，其實所以其實我們家是一個很歡樂的家庭，是一個很團結的家庭，所以她也不會在意說我們有時候會叫說，老虎媽媽你怎麼樣？對，其實有時候這種是一種。就家庭對娛樂嘛，還樂趣，對，就像其實我是覺得說，他應該是知道啦，因為我的所有的畫都有 po 在臉書，就是畫的過程都有 po 在臉書。跟你這個還準備秘密把個摩天公也獻給我的媽媽。其實有時候我是覺得說，中國人嘛哈，我們台灣人都會有比較含蓄一點的。但是每一次我拿出來講這一幅畫，其實我自己的內心都感觸很深。對，那當初我會用心經去配的原因是，因為我很感謝他，他會在因為後來我弟弟做生意，他整個我們家庭家境都很好的時候，然後他有空了。他只要一抓到空，他就會幫我們每一個小孩子，甚至我們小孩子的小孩子，去每天都去做一些心經的回向啊，或者怎麼樣。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我們家應該是要感謝他的，對。可是，一幅畫底部有愛的呢，義正先生對伊媽媽歸島的想法，休息一下，我還能節目我嘛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算是冇來真係的美麗，但是加到愛的晚，但係義正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分享伊的水墨畫嘅畫作。我就想問一下先生，因為其實係我哋第3幅啊嘛，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一幅畫嘅伊的名嘅，同時唔知佢哋畫一幅畫嘅時間，唔知佢哋嘅想法係乜嘅？一幅畫哈，應該講
當初我捌個時間係梅雨季節，係梅雨季節。其實嗰時候哈，我屋企有一個毛小孩哈，那佢當日都要吹料，嗰時候嘛哈，佢都啊，只要下雨，佢都一定會趴在門口看路牌，佢都期待可以吹料。那時候嘛哈，天應該好講，雨落完咧，我都夾帶佢吹料。結果我吹料家下帶佢吹料家，我都看到有幾隻白鷺哈，頭間呢河堤旁邊就那邊推到玩哈。那我就想講，那我為什麼不把個呢白鷺嘛哈？然後給放一邊嘞，哈，然後剛好又是有下雨的那種水珠，所以我就把它呈現出來，然後又把我們家那個毛小孩的心境也帶進去。對呀，冇講到毛小孩的心境，那你毛小孩也想嘛呢？其實你可以從佢眼神，聽人就講嘛，眼神裡頭你都可以看到他嘅希望，嘿，對。可是對於我一幅冇講到義路哈，對，係一種希望的意思。對。期待那種，但是因為佢特別嚟講，因為其實以呈現的嗰種無窮用一種水墨畫的一種技術嘛，哈，你看對上面其實算是一個佢太快一個畫作，但是都拍到個幾部分其實畫個優，對，嘿，好畫個優。當初我想講用安尼無窮用的一種技術來去睇一個畫作地位咯。好，其實中國水墨畫哈，一般都會不管係乜東西，都會帶到動情處，我都係喺我學嘅哈，會變得比較屬於新式水墨。然後，那我是覺得說，你既然有動情處嘅東西耶，那你的後面背景，你都要老給變得較物化一點，就是虛一點，不要讓它去搶了那3隻白鷺的那一種焦點，嘿，所以。那個白鷺焦點哈，我都用比較細膩的手法去畫嘅，然後甚至於會刻意去誇張他的一些眼神，因為其實很多人的只要是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應該說我懂擅長畫小鳥，然後老小鳥的眼神跟銳利感畫出來，因為我會為了畫小鳥去養小鳥。就是為了要研究它的小鳥的眼神那種銳利感哈，然後後來我就畫了用那個小鳥的眼神去表現，還有它的羽毛去表現它的那種白色的嘛哈，就期望希望，然後但是我後面我又不能太過於去搶它的戲。好，所以我後邊我都用那種自動性技巧，就是我是掛着畫的，我是貼在牆壁掛着畫的，然後我就開始去讓它墨把它用留下來，然後開始，對，然後就用加一些的水哈，就從上面來慢慢的幫它來滴下來，所以它就會感覺有下雨的感覺，有水滴的感覺，所以有濕潤的那種感覺。對。有啲人佢想問嘅問題，你講，可能因為我唔係嚟畫圖嘅人啊，可是我哋想講，從你畫一幅畫時間，你這個本身係咪有啲構想，有天嘅問題？天嘅問題講，因為也會畫啲冇重點，或者講拍落嘅，伊本身唔係。因為拍攝嘛，拍攝唔係畫上去嘅，我哋喺把入邊其他嘅東西輪廓加上去以後，盤頭嘅人哋講伊係咧拍攝嘅畫學嘅，拍攝嘅拍學嘅，但是伊本身拍攝係流出來嘅，好流出來伊咧拍，伊咧講，嗰種我都想講，你同我講上面嘅部分要跌，啊，但係要按度壓按度畫，啊，仲係要先留一塊，當初係用嘅順序畫也會畫咯。喺條圖構圖開始講哈，其實當初我帶我屋企毛小孩追了卡，我都同佢想過，既然有白鷺同佢導演，其實我都開始會見想嘅，哈，白鷺佢平常應該係塗荷花底度，哈，荷花底度有嘛，荷葉嘛，還有荷花嘛，哈，都要兩種。那唔過假使我講我老白鷺畫到太細膩比較細膩一點的話，那我的荷葉我就都會老幾邊都模糊掉。嗰種我將會用按呢自動性技巧去做哈。
好，那現在就是說，等我講到天衣點的重點的哈，其實嗰時候我沒有想過佢會跌下來到白鷺上面。嗰時候就都愛用緊的布的嘛哈，又再個粘到上面啊。佢都安尼會滴，不過佢滴，它不會說沿着這樣的紙張流下來，它多多少少會啦，一定會有。但是不過的筆，我們的筆嘛哈是這樣子的，所以它的水應該是會在這邊掉下來，所以我就在上面哈，白鷺的上面又再另外貼一張布或者貼一張紙張，安尼。嗰時候我推把它上面嗰種紙誒，冇得嗰種布誒哈。一定會跌到墨汁安尼，嘿，對。可是等於你講，你這個係用最上面的嗰塊時間，你也拍落個已經蠻好誒。嘿，對。哦，可是你寫媽媽個呀？我寫先把個白鷺，嘿，白鷺我蠻好誒。不過我嗰時候我還蠻完全，然後給譬如說有一些白，它上面的有一些白還是要去壓它，它才能夠跳得比較，就是應該要講。它顯色啦，嘿，然後它有一部分的白是它原本紙張的拍色安尼，對，嘿。好，個安尼講也都對。從前面我哋收緊我哋三伏北地方吼，有啲嗰種其實講嗰種也會吃人的東西啦，然後有啲其實係日本媽媽一種祈福的主題，算是也會宗教信仰嘛哈。啊，因為其實代表有啲乜嘅，你見到一啲新型的想法係咪？見到啲神法的一種態度係咪？對，其實我們的生活就是美學嘛哈，然後我們的美學其實都是我們的生活。其實我是知道自然的好的啦，對，師法自然嘛，對。因為所以我哋所以班體班來參加的福氣來錄樣哈，一直都見講。其實我都發現到嘅，其實你這個用人嘅水咩北地方喎，記錄這個神法地方幾多嘅，算是感情嘛吼，感傷嘛吼，係加上這個。平常時有睇，我講一種感傷，係講就像係了，同樣啊，你了解嘅時間，這個想到嘅，還是講平常時我要把嗰種想法去記錄下來，然後等到講你嘅想法已經滿咧，你會想要用一個畫作來去呈現出來。哦，其實我平常哈，我係有時我睡夢個下，我可能有半夢，夢到嘛，我想過來個下，我都夾。投數據在上面，因為我去搞我有一張成立一個小群組，我自己的一個群組哈，然後我都會老給打上一講，我睇夢到什麼東西，較好比較新奇的，我都會老給記錄上一。剛某方我吹了噶，我看到還不錯的景，譬如說只是枯枝聽聽，我都給老給拍下來，對，所以其實。這些素材都平常安尼收集，要不然就是我想有時候就像你的聽我講誒，遛狗哈，我想了嘛，我都夾老給記錄下來。其實我手機裡頭就隨時隨地安尼去記錄啦，哦，嗰種嘅靈感，係其實日常生活地方，你一啲累積上來啦。對，唔係講真係講我突然靈光乍閃那樣子，係啊。因為像同個祈福嘅，佢唔可能係靈光乍閃，因為其實我記得佢長久嘅時間咧，有啲觀察同嗰種感覺，好，然後真係會想講啊，用畫面來呈現的世界，有可能會呈現出讓我一種畫面，和讓我一種動作，還讓我一種神情。咁你這個有想到講，譬如講用其他媒材來去做合作嘛？譬如講油畫啦，冇其他方式啲純人嘅水咩筆嚟做一啲合作？有，其實我會比較偏向於多媒材的，其實多媒材哈，在未來的國畫裡頭，應該會是應該是會比較屬於日後的一個比較新式的一個水墨畫啦，對，所以不一定會有。多媒材嘅話，睇水咩筆點樣，很容易一種呈現咯。就像你剛剛說的，有可能係用油畫，或亞克力，或者是我用硬的板子，用那個木板，我就直接在上面作畫，但是是用水墨的方法，一畫嘅，然後但是佢都可能佢都攞一張荷葉去把它
葉，應該說我們的葉的那個葉綠素，把它去除掉，就是不是都會存在的葉脈嘛？哈，幾多了給掐把手衣，那個也是算一個多媒材，對。可是看今年我的醫生先生帶來北上提報，你會發現到講，其實睡眠北個吼，唔單止像我哋以前看到，佢像我哋過公平，然後過嚴肅嘅主題，其實生活提報有想到有靈感，嘛可以把變成我哋嘅睡眠北。今日感謝醫生先生嚟到現場分享，按到安靜晒嘅北走。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再聽我哋先生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氣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